但是伊跟怎样？伊佛教上叫做负三一吼，三一就是怎样？安陀会、伊多罗僧、增加里、伊多罗僧、伊多罗僧就是入众因嘛。哦，因咱讲叫做七一七条，哦七条拜，伊多罗僧。安陀会能够叫做五一嘛，五一嘛，叫做五条边嘛，五一嘛。安陀会叫做中医嘛，这行会嘛。伊多罗僧叫做入众医嘛。那你听法，那你业点一切是样嘛。增加里就是咱讲叫做大医嘛，佛也边条二十五边条，所以叫做哪？叫大，咱中国人啊，号做叫做大医啦。所以有一本叫做福田医啦吼，福田医。这个福田医就是咱好过话讲，见方便，见代志。甚至伊今日伊这个福田医要甲化验，伊一定要请这个福田医，因为讲众生物件互伊个思来吼。所以因在佛家内底叫做三一一波，三一一波。三一就是增加的伊多罗僧安陀会，一波就是叫哪？叫做应量器，咱就讲叫应量器。所以印度叫做波多罗，波多罗就是代表这个应量器。这应量器有分做大波、小波、中波，有分做啦体、相、用，有分做这三意思。体就是讲这个波的体质，有分做两种，一种叫做瓷器的体质，一种叫做铁器的体质。铁质，伊这两种会使啦，伊我就会使。伊体一定要有这样所以呢，因为这个这个叫相，就是讲，因为伊有一个规定，就是哪，用肤色的啦迄个色伊迄叫做相色者，因为伊一定要用我想咧讲迄个房价咱房价迄个红仔本迄个灰色的，因为伊袂使用太鲜艳，用太鲜艳，因这非常心会动，所以因袂使有这非常红心。用就是讲迄个量，迄个量你食偌济，你上量呢就要较大你就爱去较大颗，无你就袂巴肚。若送较中去较中，送较少，小分的拢爱食较少，你就摕小颗。当然，迄阵是无分到你身边啦迄阵分到就是袂当做微笑所以迄阵分刀，迄阵佛教上转入咱中国，离唐朝的时阵，较离唐朝唐宋元年，较离唐朝的时阵，才开始咱伫中国年五暗，迄武则天出来的时阵，开始有一寡分道咧使用。无过去佛道的时阵，无必求尼嘛无必求尼，所以这个当中这是伊的规矩。但是呢，为了依法发誓，这个佛教上内底当中有迄个叫做正宗法门就是讲用法甲你印证，印证着宗门的心法、宗门法门。就参像当时佛道历经13年讲经的时阵，摩诃萨开始分者，大开始分者，伊莲花微笑，伊破缘来笑，就当伫莲花微笑，伊破缘来笑。咱来讲一句话，无有正法，眼造一条一凡妙心，微妙法门实相无相，不离伦理，教化别凡，复属无有遐相。这段话叫做哪？叫做复义法，这个叫做复义的正法。就参照讲当时五祖的时阵，要复三家，要复互伊五祖的时，伊用应无所住，以心以心，伊一切万物不离自性，迄叫做义法，迄叫做法。就是讲，甲印证你这个人成就明心见性，你这个人若达到明心见性，若有当了解着宗门佛法。佛法规范本体，事事密乎本心的这个正法的法门，我就复原法。
所以那金刚经的第头那是不能讲。如来是为法大成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。若有人受持托上此经，各为人说。如来实地是人，实见是人，该得成就，不可留，不可轻，不可随意功德。如是人等，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唯有这个人，但当何当着如来大业，嘛当如来当护业依法，到这个意境，伊才当护业依法。你当时心受，是安怎无做唔当护业依法？是安怎唔当护业依法？啊，若有护业，我就惨啊！意忙应众忙，啊，相接之路无可能。刚才头头咧要咩？头头咧死了就麻烦啦，麻烦了对，啊，事实啊。哦，千年传千年，先咱带到就会起来去。啊，当时的时阵，心情嘛，会知影良心呢。迄阵含什么人服务一天人，要请伊去迄个做迄个国师。哦，含什么人啊？含一个什么人？惠安惠安堂国师啦，吼。伊甲讲怎呢？伊小良心甲我讲，阮说法毋是我定，阮说法是南方的规定得去。所以呢，迄阵当时每一天，啊，对，我内底有写邀请什么人去甲邀请着迄个来作业嘛。是干。我老下。谁干？我头你莫找我啦。哦，那伫遐当中，恁师甲你讲是安怎，啊，我甲你讲是安怎。哦，伫遐当中，伊怎啊甲讲个法，互伊带起来，所以真正一贯弟子的内底，真正是一个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的正法。但是咱今日，咱若当真正把这个明心见性、见性成佛的正法，咱真正会当真正透底去了解。我甲你讲，你去到大约13亿个人口，人手机尾啊，来叫啊，叫甲泡泡吼，因为因作出了，因为因语言作用，所以开始写。欲乐生活者，欲乐生活者，即个我见、人见、正式见、受摄见，即有此经不能听受，读书为行解说，不得人讲，伫后壁继续讲一番。欲乐生活者，即个人，因为伊大法听袂入，伊爱听迄个小法，即个人，伊就偏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即有此经不能听受，读书为行解说。即个人解说就大法一样。我若请个阿请吼，要来搭轿车吼，驶轿车应该是凉细凉车。请阿请要来教伊驶十轮车吼，可能嘛是无问题啦。啊，若请我要教人驶十轮车吼，啊，可能就不一样。可能就不一样。尤其要叫你教人驶班车吼，啊，更加惨。啊，你若这下因驶个班车来教人驶高尔夫，因拢凉细凉细。敢听你说？有人吼，驶班车人，伊要驶一切车辆，简单。驶轿车人，要驶轿车以上的车辆，真正有困难。那好得那讲有车，伊当洋车、路车、有车甲平车，那分做几色啊？这也是说，今日咱今日一贯地主的内底当中吼，因为较实实正难得，会当入到这个大法，咱会当替上天来做这个工课，所以咱实在是一个真正不简单啦吼。所以新手做袂入去，做袂去，有经所记，作其不成，心中慌乱，心思不安，犹如梦中，行者不动。而这段当中人啊，新手做袂入去，有经所记，作其不成。这是佢做嘅成功啦吼，所以心中慌乱啦慌乱，就不放这台湾，我唔知安怎做较对，台湾，心思不安嘛吼，心思不安嘛，这个心思不安，唔是心啊，唔是心情的思不安嘛，
伊的精神啦吼，应该是来解说啦吼，毋是身受的舒服安啦，即句来解说，然后解做身受身受的舒服安那就对吼，身舒服就讲伊的精神、伊的思想袂当集中，伫遐当中袂安住即个心，毋知是安怎，会当符合着咱的祖师无祖的即个，菩提本无树，明命是伟大，本来无得物，何处也平安。这个是带人做规定，一个梦也非常的吼。所以这个当中啊，犹如梦中成做不了吼，伊个当中成就做，拢总是然后做一完，这也可以讲今日较实实。一个大师，一个意见到迄个所在，因为伊看到这个意见，作简单的道理，一楼、二楼、三楼、四楼、五楼，因为伊个角度，你爬去到一个楼顶，你看角度无相像，慢慢平个，回个，学个，即每一个意见拢无相像，所以咱希望咱一定要继续去，一步一步一定要继续去。一定要深刻，一步肯定去个，重点是对个所在，咱要先看出。安尼你才知这步肯定，这步肯定你直接看出这步肯定重点看无对，你才能海底捞针，有那个小心修，你看讲啊遮明白啦，你对个所在咱看无，这是咱今日学经典的重要处。因为这个我这个入门处，咱来捌。咱以后当中，你若看大乘法门，伊一定讲啊，伊一定就是讲色归空，空归色，空有它是不二，你袂使执着在有质的空，你若以这个角度来入，你甲释迦牟尼佛，伊的名叫做哪？伊的名是呢，伊的名叫做能忍，是寂寞能忍，寂寞能忍，寂寞能忍。释迦牟尼的名是安尼的，能忍就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伊的名就是安尼，能忍寂寞。伊嘛是咧讲，伊的名是空有不二呢，这叫做哪？这是咧讲这个名。能忍就是有，寂寞就是空，寂寞就是智，能忍就是悲慈悲嘛，能忍众生嘛，悲智阴阳双运，悲智双运，就讲这个。这就是讲这个物件，伊这就是讲这个物件。这段，你个看，念念诸遍，伊咧讲啥？伊讲到着，然后就是讲这个，万物不起状，讲到空来，空毋是真正空啊，毋是真正空，伊伫万物内底当中，伊是一心啊，是空。这是意思。因嘛，时间的引导，对好好一下跟他分享。最后就各位咱们时间员工一切如意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这年是非人道公，敦道公，一起一方相互积拉母行三级比前道公，在公，三级公，这年是慈悲公。